台湾伫咧2005年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这老大人郁卒的心理状况也变作是国家家庭的关心重点。根据着美国医学会期刊的研究指出，通常有忧郁症的老大人较会有失智症，是因为这两项病症是互相影响的。 时代伫公园门口徛，实在真有活力，嘛真快乐。台湾伫2029年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根据卫福部的统计，65岁以上的时代是所有年岁当中上侪人自杀的族群。 老年忧郁的比例大概是7%到15%都有。那加上可能就是子女会离开他的身边，那有空巢期啊，或者是说他可能自己一个人居住，他的另一半可能已经过世了。那其实这些失落感都是会加剧老人家就是有罹患老年忧郁的一个因子。 根据美国医学会期刊6月份发表的一份研究指出，时代郁卒嘛会影响到记忆。医生表示，有忧郁症的时代，得到失智症的比率较悬，原因是因为郁卒较无活力，对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的症头控制就较无好，就较容易造成血管未通，身体无爽快，困无饱眠，脑筋就无好。看的老人忧郁症更较高着失智症，这有真侪，我都讲高血压、糖尿病。 等等这因素造成假设你若法度控制好，药啊好食着，甲医生好合作，动脑、动身体，咱个未来较袂着郁卒，较袂着失智症。医生建议时代爱加用脑、加运动，上重要的是爱定时去病院互医生看，将慢性病控制好，才会当困好饱、食好饱，健康无烦恼。记者陈阿选、谢桂林台北报道。